中国甲咱台湾之间的旅游禁令还未开放，双方拢袂当组团旅游。台北市的相关业者就表示，若准咱开放中国来，定着会带动产业的复苏。那陆委会是表示讲，两岸就爱公平对等，才会当恢复观光，互相开放。来到台北市出名的景点眼眶相关观察，边境开放了后，各个观光的人潮明显回流，主要以日本甲韩国人客上济。中国还未开放旅游团来台，咱国嘛还未解除对中国的禁团令。相关理事长讲，若做有陆客的消费能力投入，一定会加强带动相关发展。曾经破纪录来我们这个永康商圈消费，他买那个文创品文创的东西，一个人一笔超过台币30万了。我们也很希望就是有中国大陆这边的观光客进来我们永康商圈。他们对于台湾茶觉得台湾茶的品质非常好，所以他们在消费台湾茶的这个部分真的是蛮大手笔的。眼眶嘅店主是讲，对于两岸观光开放交流真赞同，旅行业者嘛已经等袂赴啊。不过陆委会是讲，虽然中方今年5月宣布搁予台湾团客去中国佚佗，不过中国2020年禁团客，2019年禁自由行来台湾，政策拢无改变。若做两岸无对等开放，恐惊影响台湾国内观光发展。我们并没有禁止我们的国人用自由行的方式到中国大陆。中共那边到目前为止一直不肯开放团客也好，自由行也不肯开放他们的同学到我们这边来。主管机关已经透过管道跟他们谈到我们相互的来开放，但是现在就说对方还没有正面的来回应我们，这是我们比较遗憾的。陆委会讲，希望两岸透过观光小两会机制，以对等方式协商，才有希望早一日两岸团客会当互相来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